来看中华园林伫拜二下晡，有一台轿车弄死一个单车红顶桥倒摆的民众。这台轿车弄死人，毋但无停落来，竟然就直接驶走。警方昨下晡嘛已经抓到人，嘛发现讲这个驾驶亲像是有食毒驶车，嘛已经甲伊移送法办。 民众骑机车当咧等青红灯，后壁白色的轿车动都无动，直接甲机车甲人弄甲倒翘翘，但是弄到人，驾驶竟然阁直接驶走。附近车行听到声音，赶紧出来斗相共。我那时候坐在这边吃午餐了，车都人交过，啊伊就冲，我就冲出去要见车牌都看无。后来我就看了报警啦。 这场车祸发生伫拜二下晡，关林市新义街甲万乐路的路口，计共造成3位民众受伤，其中1位姓高的民众轰弄倒了后，阁互逃走的肇事轿车交过，伤势严重，送医治疗嘛是救无倒来。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伫拜三下晡抓到这位驶车69年厝姓陈的查甫人，初步调查，伫发生车祸进前，因仔亲像有食毒。园林分局员警于昨19日下午3点10分。 循线在园林市三角路一段拦查一辆自小客车，弃获涉案的陈姓男子。到案，车内另有陈姓友人2名。经了解，陈姓等3人都有吸食毒品的情事。 警方表示，顺线查车抓到人的时，车顶阁有嫌犯的2位朋友，伫车顶嘛有抄到毒品。经过了解，3个人拢有咧食毒。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过失杀人、过失伤害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